世界萬行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吳平仁。你敢知影，即擺咱台灣上嚴重的社會問題是啥物嘛？即擺毒品加一個掛塞車，今年4個月以來查到4725件，整個超過了2024年規年的總和。愛掛愛甲關個動法之外，敢有其他的辦法嘛？今仔日4位專家學者甲醫生鬥陣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副教授王必棋。各位觀眾朋友，主持人大家好，我是銘傳大學王必棋。那麼第二位是職業律師李正奇。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律師。那麼第三位是國教行動聯盟青年部執行長李宇涵。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李宇涵。那麼另外在線頂的是衛福部桃園療養院副院長李俊宏。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園療養院副院長李俊宏。那麼轉來，咱來看賣，這在中華一個月傳出了3件假毒掛塞車，攏總造成了4個人死亡。另外，在新北市中和嘛有一個查甫人假毒品塞車，弄着一對姊妹啊，一死一重傷。警方就展開了大執法，昨仔頭一天就抓到100件假毒塞車。有國民黨的立委表示，會提案來修法，假毒品塞車弄死人，上重會當判死刑。法務部長嘛表示，會修法來提高刑責，嘛會對着源頭來減少假毒塞車的可能性。拄徛就來這個騎機車，隨家己弄架寫佇塗骹。你要去哪裡？沒有，你再亂動的話，就不是這樣子哦。你啦新北市中和的這個車禍，這個機車涉嫌假毒駕駛。趕快是假毒駕駛，前一暗夜有駕駛無愛受臨檢選去，在輔仁大學頭前，互警察繞咧走，而且伊閣互查出有7條通緝。面對假毒駕駛的亂象，警方展開全國查緝專案，敢若2、5頭一天就掠到100個假毒駕駛的嫌犯。毒駕致死，最重也只是有期徒刑。我們會在最快的時間送出修正提案，撞死人最高判處死刑，要你負起應有的刑責。來看即馬法規，假毒駕駛害人死去，若毋是累犯，上重是判10年。不過即馬國民黨的立委表態要提案修法，要甲假毒駕駛害死人的罪犯判較重咧。無論是毋是累犯，上重會當判死刑，也擴大處罰的範圍。駕駛別人的車輛，刑責加重1/2，共且乘客也有刑責，自毀紅處罰。在過去刑法的規範種類裡頭呢，可能有很多新時代的毒品，其實是沒有辦法涵括在內的。那未來修法絕對不要產生掛一漏萬的現象。刑罰的提高，這應該是社會上大眾共同的一個要求。我們已經請法務部跟所有的部會來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罰衡平性的原則底下，務必要提高各種刑罰以及對行為人及相關人所有的法律的嚴格的要求。面對假毒駕駛的問題，行政院長杜英台是回應，已經請相關的部會研究，在刑法並形成的原則之下，一定會提高刑罰。法務部也在建議擴大沒收車輛的規定，無論車輛的所有人是蝦米人，攏愛沒收，也要修正駕駛的條件。記者綜合報道。其實啊，這個假毒這項代志，你若無咧捌的時陣吼，你根本就無相關的資訊，啊嘛袂去關心，吼。除非講啊，你真正看到隔壁有人安尼，敢若食毒啊，怪怪，啊，你也解決一下。但是你刷來就殊榮共賞。那一般人其實是無一定會關心這個議題，但實際上吼，頭我甲咱國教聯盟，咱執行長講起來講，哦，其實即個學校內面攏咧宣導，啊，而且青少年嘛真濟人就關注這個議題。我要先請教老師吼。是安怎？今年1月到4月查到4725件，超過2當前的總和啊！這是
因為體檢體了較厲害，還是講查的較厲害，還是講無喏？這是這兩當真正變化較真大。分两部分啦吼，第一部分是講你講進前哦，可能以咱的或者這個快篩試劑可能無還未實施了，可能一寡物件你可能等甲未來我迄個就若講驗了才出來，有當時伊就講無啊，我毋是當工來處理，你袂當講迄陣啊，我來處理這件代志。所以講咱的或者這個篩檢試劑的進步是講，互一寡數字怎啊浮出來。這是有可能的一個代誌，因為你看嘛，因為這咱實施了，你看，對，這第一點，第二點你講，是毋是有可能講，你講進前甲即馬比起來，只是講有當時變講，你是毋是有一寡的係數，即馬攏算講留了着了，咱因為這個物件愈來愈嚴重，所以咱的執法來講嘛，愈來愈嚴，吼，若講有當時你若講查落來，去攔着，若講真正去測出來，所以數字嘛攏會浮起來。以早可能感覺講，可能有當時有查到，可能嘛無講以咱算講咱盤查密度有遮爾嚴格，所以我感覺這是有差的，所以數字會浮起來。我感覺是重點是因為安尼。哦，若是以恁咧做犯罪防治的這個角度來看，是重罰較好，還是講什麼叫做源頭啦？伊查毒就查到大家會孤鬼袂笨啊！還去查講你食毒去塞車，咪每一個人都愛安尼用。到底什麼是對這件代志來講，什麼是源頭？其實你講，我講一個例啦吼，即馬伊講即馬這個源頭，其實足濟應該是講，咱即馬一寡這個或者喪屍煙彈，還是伊托米子加或者煙油，吼，這個物件，這個物件攏是有人攏是合成的嘛，攏藍做伙嘛，一款物件，你講這個合成的原料，有當時你講，以前人定咧講嘛，你改一個化學式，可能就差無啊嘛，即馬閣有一個新的物件，或者伊托米子酸。這個物件就是類似因的前驅的這個化學物質嘛。這個物件若個放落了後，有當你嘛查無，變講你講源頭要安怎去查，要安怎去處理。只有講頭前的一寡合成的物件，咱有法度先甲擋掉咧，後邊的物件才無法度去做出來嘛。但是你講這個物件是毋是？拄啊主持人咧問講，是毋是干那動法就會使？當然毋是啊，足儕物件可能愛考慮到啊。你講進前足儕人咧講這個物件，你講是毋是一寡化學的工廠，還是講一寡藥廠，還是講一寡化學實驗室，是毋是攏愛去處理？這個物件攏總愛去查。你安尼講起來，這話聽起來是已經本土化咯。有可能啊，攏毋是過鹹水來的。你即馬這個物件合成的物件，本來就有法度本土化。哇！所以你講一款物件，我就甲你講嘛，就是一寡化學式，你講改一個化學式，即馬可能就毋是咱這個法律內底規範的物件，但是伊的效果嘛無一定比原來具體的較歹嘛。算講你就變一個花樣來講，所以我定定咧講，咱有當咧修法的速度，甲咱這個或者這個制毒變化的速度，有當對袂對？你變一個，就無啊！人講的法無明文，法律無明文，你就無法度甲處罰嘛。這是咱憲法內底上基本的一個原則嘛。那無安尼來講，哇，你後邊攏無啊？安尼你是變哪迄個？所以伊若講你掠着，拄啊我毋知咧講，或者什麼伊托米子酸這個物件，可能即馬還未入法咧，但是伊的效果，若講真正甲這共款，犯罪人就去活過啊。但是安尼講毋好，但是我的意思是講，這物件一直攏會在進化嘛，一直攏在變化嘛。這人咧講，人兩骹錢四骹，這毒八骹呢？是，進化足緊的，因為為着實錢，就為着趁錢嘛。我要請教李律師吼，敢通我安尼問講，你的當事人敢有這個煙毒犯呢？有啊，阮公司專門是咧做毒品案件的，所以差不多8、9年啊。所以講伊托米子的，今嘛嘛是這今年開始。才有開始有這，正經這個物件無違法的時陣，當然是無這個案件。攏是食別行啦。你的意思是講，開始算作違法了後，才有這個案件。意思是進前其實可能就有人開始咧用啊。無毋對，進前的人，因的廣告是講這是合法的大麻。這合法的。嘿，他說這是因講這是合法的，所以講就是少年仔咧用。按講這掠着了不起講我罰錢嘛，客人民共款嘛是罰錢，所以講是即馬變2級毒品，
哦，才開始變刑罰，啊，才是開始掠。所以進前講統計數字頂頭無伊托米子是這個原因。啊，你的當事人，你講有看過講，你有接觸當事人，因食了這因的通常的反應，比如講，因為我這食毒的這個知識是還真少啊。那有誒講啊，食落愛爆尿珠啊，像迄種的，還是啊，不同種的毒品啊，也反應甲使用的人群嘛是無共的。毋講大家可能想講哦，今仔日你食薰，明仔載食大麻，後日就開始用海洛，開始注射。以前阮頭拄學校攏，以前學校攏安尼教嘛。啊，毋過其實使用毒品的人，你完全看袂出來，大部分的你是看袂出來。除非你講掠着伊長咧害，哦，長咧腦長咧害，可能長咧腦長咧害，可能上濟嘛1點鐘。啊，即馬這伊托米子伊可能就30秒到1分鐘，因為數了，因為這是麻醉劑，伊數了就讓你忙，好啊，就看起來正常。所以講這伊托米子歹掠就是安尼。你講要互伊嗨30秒安尼啊？伊可能就是伊迄一喙就是30秒，所以你一直數啊。伊迄時間短啦。伊迄時間短，就是講你互伊興奮，還是講你互伊嗨起來時間無介長，所以現在伊愛摕一個迄電子煙的。啊，會維持，歹勢哦，因為我真正，我敢若會記，我唯一知影講是迄個孫悟空啊。我細漢時陣有人秘佇便所，用迄個塑膠袋咧，食迄個強力膠啊，搓，安尼上少啊，但是伊的伊規厝經攏迄個味，啊，規身軀也迄個味，啊，而且伊佫通好嗨足久的，啊，這種無，這種就是緊，因為即馬的少年仔因就是追求一個快速方便，要摕出來。看即馬咧等電梯，也是等公車呢，等紅綠燈。為什麼賽車的人講度假遮濟，就等紅綠燈？想講我數一下，這個青紅燈70秒，我數一下，嗨一下，安尼。啊，數一個啊，比如講30秒啊，對於賽車敢有影響？有啊，伊這30秒綁起來，若是看號誌看無看啊這。伊就綁起啊。哦，就是迄個30秒1分鐘。紅燈的是好啦，啊數了啊變青燈，怎綁起啊？綁起啊，看講啊青燈啊這我應該愛先歹勢吼，這樣就我先來問醫生吼，看這綁起來是咪？會長，你的聲音 OK 嗎？會使，哈，你甲咱講吼，到底這伊頭拄仔，這李律師講，可能食30秒啊1分鐘，這個嗨的時間可能30秒1分鐘。這種毒品甲以前的毒品上大的差別是啥物？還是講效果其實攏同款啊？其實這個部分是安尼吼，就是講伊這個是麻醉的藥啊啦吼，啊麻醉咱要藥啊的效果攏一定是現做就有效嘛，對不吼？現使用就有效安尼。所以一開始使用了後，差不多30秒左右就開始起效，就是開始有效。哦，啊，伊個藥效啦，吼，因為這是低效的麻醉藥啊，吼，啊，所以伊個藥效差不多4分鐘至10分鐘左右安尼。哦，啊，但是吼，這是伊麻醉的效果啦，就是講，我食了以後，我會感覺暈啊，吼，會懵啊，吼，啊，但是伊對，因為咱即擺社會大眾較關心的是，咱講迄個道路即款安全性的即個問題吼，公共安全即個問題吼，所以伊的迄個對於吼，咱講的迄個反應的能力啦吼，比如講含毒量的啦、安慰啦吼，啊動態安慰吼，也是講對面有車來時，咱判斷的即個能力的影響吼，差不多當時會到1-2點鐘才得安尼，所以伊的困難伊個危險就第一點啊，就是講毋是干那使用吼，即個4分鐘至10分鐘的影響，哦，伊會影響到後壁，伊若講閣去賽車，還是講去騎車的時陣，吼，迄個安全性的問題安尼啦吼。啊，當然伊甲傳統的迄個毒品比起來，伊較方便啦吼，用的時間也是講咱這個使用的迄個方式攏較便利、較利便吼。嘛較好查。吼，所以像以前咱講煮個啥物盒啊，迄要藏個都歹藏個安尼。哦，啊，這個電子煙嘛，吼，電子煙嘛，所以
我就放踮車內底，也是放踮身軀頂頭。啊，別人問我，我就講這攏正常的安尼啊吼。啊，所以你要查嘛，足歹查的哦。啊，除非講伊這行為有出來啦吼。啊無，咱要去做檢驗，法律上嘛是愛有一寡理由啦吼。所以這是即馬目前吼，這個問題愈來愈嚴重的原因之一。哦，會長，我甲你請教吼，針對這個etomidate 這個物件，你講食起來然後維持差4分鐘左右吼，啊，伊對咱人體會累積起來有這個毒害無？伊對人體累積起來的毒害吼，主要有幾個部分的影響啦吼。頭一個是伊對咱講內分泌系統，迄個腎上腺素吼，這個系統會有影響這樣子。這個部分會影響咱的迄個代謝，跟咱的抵抗力。另外一個就是講伊對咱的腦部啦吼，比如講咱的記性啦吼、記憶力啦吼、注意力這個部分會有一個部分的影響安尼，所以。我有一寡患者吼，使用過一段時間了後，伊可能感覺較搞袂記代志，還是做代志較無法度專心安尼。過來就是講吼，因為伊這個部分吼，雖然講咱即馬科學的研究吼，講成癮性抑閣無講真強。但是咱即馬單文件裡面其實已經有看到講有一寡囡仔咧用了吼，伊會厭吼，就是講會傷啦吼。停起來時陣會感覺講坐袂啥會掉脾氣無啥好安尼，就是講咱一般迄個醫學上講的戒斷症狀安尼，所以伊這個部分對咱的身體、心理其實攏有伊的毒害擔頂頭安尼。會長，我會當安尼來講這個etomidate這個物件是新時代、新形態的一個毒品，就是講。我予你會當閣在生活當中繼續維持你正常的生活，但是你會當來想一個，你就來試一個，敢若薰共款，但是呢比薰較強，予你有這個會癮，予你袂當分離，這是算新的新時代的物件嗎？還是講古早嘛有其他類似的物件？這是新的時代的物件啦。古早像主持人講的孫悟空迄個部分吼，伊其實迄個藥仔的性質啦吼，迄嘛療了接近吼，但是因為孫悟空用的方式，甲即馬電子煙的方式，佫無啥共款。電子煙實在是足方便的安尼啦吼，所以這個是一個新時代的用法。佮加上這個etomidate這個藥仔吼。互相影響了後，就變了這嚴重。好，你說會長，你暫等在線頂小等一下吼，關於以下詳細，小等就來給你請教吼。線內面來請教鄭院長吼，鄭院長你甲咱講看覓，你在一般攏在國小、國中、甲高中、大學，敢有去參與去做宣導，還是講你有了解大學的情形？嘛是有啊。阮即馬就觀察到一個現象，我有一個學生，伊進前嘛是有食這伊托米子，我有看過伊發作的影片，迄是真正足恐怖。伊若是正常的時陣，伊規個人看起來攏是甲正常人共款，毋過伊發作起來的時陣，伊是徛都徛袂在。伊講伊輸了差不多30秒，伊就規個人懵去。伊閣清醒過來的時陣，伊完全袂記得伊拄仔懵的時陣，伊咧創啥。親像伊就甲我講，伊的朋友就甲伊拖去便所，叫伊啉馬桶水，伊就真正甲伊咁樣啉落。伊清醒的時陣，大家安尼甲伊問，你敢知影？伊攏講伊毋知。阮是感覺吼，即馬對學生來講啊，伊即馬其實錢無講介濟嘛，毋過伊若是。成癮對這個依托米子成癮了後，伊有一個真大的問題是，伊即馬是持續4分鐘安爾，伊若是過這4分鐘，伊閣要用的時陣，伊就閣要開錢，閣去買，所以這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啊。這對學生來講，這個毒品是對他們來說比較較方便摕到的一個產品，一個物件，因為伊即馬攏佇個網絡上就會當買到，伊即馬攏佇個網站上。歹勢，我聽說請教，這因開會起嗎？如果若長處以來安尼，
咁學生囡仔敢開會去？即馬學生囡仔足濟攏有加入公司，加入公司。公司，這個公司就是幫派。所以即馬幫派嘛是提供這毒品給學生的最大的管道。哦。對。啊，這無加入幫派，你就食無？哦，即馬學生攏是安尼，一個互一個食，甲你講，這無啥。食好倒相報。對，啊，同學期間就會講好啊，無食看覓，食一喙兩喙，啊就掉啊。老師，啊，這咱咧講源頭，這幫派毋是源頭嗎？當然是啊，因為你講進前，你講有當掠到，你講是歸官的，所以以早進前的新聞就你講一寡或者毒品的物件，已經或者侵入迄個學校內底，校園內底，啊有當時啊，就小學都有查到啊，小學都有查到啊，所以講你講我講這是足恐怖的代誌啊！啊，拄啊執行長咧講我講其實我解說一下啦，因為這個當然醫術嘛有佇啊，就是講你講這伊托米是一個上互人煩惱的代誌，就是安尼，因為咱講電腦有無，或者會當你甲強制關機，吼啊你講伊托米子若講食落，就是講有當時就像安尼，就是像咱電腦甲強制關機同款，斷片強制關機，啊強制關機啊對於一寡擱咧發育的人會有啥物影響？第一，伊的大腦一定會受到影響甲干擾的，因為你講你本來你一個在發展中的大腦，你講你個有一寡物件甲刺激，啊過來你講進前講，因講喜歡一寡或者新奇啊快感，啊這個快感的物件，啊有當時啊，我試咧啊味閣袂歹，閣香，吼啊閣袂講，感覺後壁係有當時足濟啊，啊閣有種啊閣有足濟口味會當選擇的，啊算講這個香，啊講閣無啥物敗害，有當時啊因拄啊兩位嘛有咧講，啊你著無啥物敗害，也袂創，也袂安怎啊？你看啊進前咧宣傳講啊這也無要緊啊，袂安怎吼，啊無敗害，無安尼，啊你講可能嘛，就顧着怎調咧？啊，過來，你講進前，你講用這電子煙做載具，但是伊毋若干那用電子煙爾，伊會創啊，有當時啊，伊個抓分嘛是照食，啊你一直男做伙，啊傷害性是毋是閣愈大？啊男做伙其實你增加才會或者毒性，啊上尾啊，你講人際的關係會影響無？你講攏嘛會，啊你講學習有當時啊，都講啥？你怎啊講伊啊？有當老師咧講，你著當作你若像你毋知影伊咧講啥？這你看這影響真大呢，尤其在當地大的一寡囡仔。你講即馬咱上煩惱的物件，拄則是一個問題。你講因為甚至講伊一寡迄個骹手攏會僵硬，但是我感覺即馬愛考慮的代誌是，咱這個青少年，吼，其實我感覺這個族群，其實我感覺是咱愛重視的。伊若調咧，伊未來閣足長的呢。啊，若講調咧，啊，伊未來要安怎？啊，你講未來伊一世人都敢攏愛靠這毋對吧？這對，你閣講甲咱講看覓吼，除了透過幫派公司去互即寡囡仔接觸着，因啊閣有其他啥物管道，還是講恁咧做宣導的時陣是安怎來觀察因的即個社群是安怎來傳出去？啊，理解了安怎都傳出去了，咱安怎來說服因，來勸說因，講你這毋通用安怎？除了效果論啊，講你這會安怎，啊有其他的方式。阮即馬是觀察到，即馬青少年攏會去網站去搜尋，啊，迄網站攏會包裝成，毋是遮個毒品，當然嘛毋是甲伊講這是毒品的網站，伊攏包裝成比如糖果，然後糖果啊，他們點進去之後，馬上就會引導他們到LINE 的官方社群，對啊，所以這個學生點入去LINE了後，伊就有一個封閉式的社群，啊，這社群你就較查袂到嘛，因為阮網站會當檢舉，啊，檢舉伊就換一個網址就好。啊，毋過應該導入LINE官方社群了，除非你有一個便衣人潛進去，啊，那無是查袂到。所以遮個學生就一個拉一個，一個拉一個，因為遮個賣家會講，你若是甲阮拉兩個來，我就甲伊便宜賣你，有幫你打折。啊，所以伊就這個變做是一個惡性循環安尼。來，律師。這個我想要補充一下，是因為講學生較無錢嘛。因為阮即馬接到案件是有講，我本來只是買，啊買幾架以後講啊，這遮貴，敢會使拍折？啊伊迄賣的人就講，若無你幫我送貨，
伊來幫我送貨，伊就吸收這的買家，把變做這集團的一部分。啊，那行李啊，攏是遐個小蜜蜂，攏變成那些小蜜蜂行李去，所以講無效。真正咧買的人，攏咧告我，攏咧告我，啊，就操控這的囡仔，18歲以上的才來我辦公室，不然少年犯沒來嘛。我到那邊都成年的，問題是遐個囡仔，因就是講像執行長講的，因先加到 LINE 群組，啊，個 Telegram， 哦，還有 Signal， 啊，還有啥物 Snapchat， 因攏少年仔咧耍的迄種社群，啊。買了以後就講加入，不一定說加入幫派，講啊你幫我送回來爾，送回跑腿，一擺互你一段互你抽偌濟，還是你個送回一擺互你抽偌濟，安尼就是安尼傳出去的。是，律師吼，關於的青少年呢，咱雖然我才甲這個執行長來請教吼，你關於着這個國民黨的立委提法吼，要來修法講，你若塞車的人。你家己駛去人弄着，啊，而且是食毒，我車甲你沒收，吼啊！你若是駛別人的車，我刑責甲你加重1/2。這種修法的方式，當是當啦，但是有符合這個法義，還是講有符合這個人權嗎？我感覺是無啦，這種嚴刑峻法是無效的，這種是一個最懶惰的做法。當然，我們把法律修得很嚴格，民眾看起來講啊，政府有咧做代志，立委有咧做代志，安尼代志就過去啊。問題是完全無效。你講我租徛威模的，哦，租 iRent， 啊，你甲人罰，你罰無效，你扣車有用也沒有，就不會有這麼多酒駕，嘛是大家咧咧啊。所以講真正愛處理這個問題，應該是為源頭來解決，講是啥物人會食這個毒。是什麼人、什麼樣的同儕壓力、什麼樣的社群，會讓這些年輕人或是民眾去使用依托米子在健康的解決的方式？譬如講，頭到畫面上有很多那個電子菸的包裝嘛，蝦皮都有在賣。我底下倆嘿，誰會買100個空的那個菸頭？買毒品的人才會買這個物件嘛，底下甲倆起來就好啊，啊，不是講。阮即擺修法講啊，連坐同車的人，迄種是無效的，因為我真正唔知影，坐我隔壁的人伊摕出來迄支，伊數迄兩項，我真的不知道他真的在吸毒。哦，所以迄賣這個分頭，啊，一擺賣100粒的，空的，空的，啊，這類有可能是咧做這個嘛？絕對啊，無咧做啥，而且毒咖啡包，迄蝦皮頂頭攏有啊，攏咧賣。老師，你的看法呢？幾個部分啊，你講你講這個或者獨家，若講要用連坐法，但是咱即馬目前看到風了着，也是講大概出代誌的一寡新聞，你講連坐法，但是這個獨家的，足濟攏是一個人開車呀，一個人開車呀，無啥物連坐的問題，我家己開，我家己弄，我感覺上夭壽的就是講，你看因遮弄的人，大家攏規章好好，但是上可惡的就是講遮的人，就是遮被害人，有的毋是重傷，有的甚至死亡。你看，本來一個人好好，規章好好佇遐，你講講弄一個安尼，重點是伊尾伊在做，伊當時開的是當初伊家己毋知影即個問題。你講連坐法是毋是有效？那你講進前可能咱講的或者酒駕的物件，可能講留一個講生就講留一個活口清醒的來開車。但是有當時你講讀這個物件，你講佇內底，有當時你分蹦蹦，你講若講逐個內底，你毋是家己在食，但是你嘛有輸着啊。別講大家都輸着，毋是大家攏忙。你講連坐法，你嘛忙，伊嘛忙，所以你講這連坐法，你講這種物件有二手的。有咯，二手足嚴重的，二手無一定比迄個一手的較迄個，有當你嘛是輸着啊。有當時你若講真正規，你封閉空間是毋是？你有當時你輸入敢毋免賠出來，敢毋免付出來。所以老師，你有某種程度，你有贊成講這個刑責？譬如講，家己的車沒收啦，還是你若駛別人的車加重2/2，你是贊成？我會當安尼講，這個政策我感覺會當同步來做，但是我講這毋是干那
修法這件代志是唯一。啊，你講其他的所在，拄仔有律師嘛咧講，你講一寡網站，你網站在賣物件，你是毋是愛去甲這人甲網落來？啊，講其他的所在，你講足濟政策，毋是干那單一部會在做這個代志，足濟部會攏愛做的啊。所以講，變講你安怎叮當起來，變講你即馬若講一寡網站，拄仔嘛咧講這個網站，你講這個網站，我定咧比喻講這是一個或者迎賓大廳啦吼，大概先個城來，好了，我甲你找去或者小房間。對，去做一個小房間，就是咱的群組。啊，你講這咱的群組了，啊，就一個可能內底，就是一個社群內底，安尼變講，我用這個公開的平台加列入。所以講，足濟間，你講嚴刑峻法，你講有效無效？我感覺愛看實施的成果。啊，但是你講其他的部會是不是應該嘛愛做？我感覺一個單一的部會，你講只有單獨嚴刑峻法，迄個效果有限。我即擺聽謝院長講起來，即擺中小學生其實是不這樣嚴重嗎？對啊，阮是感覺這個哦，你若是只要是開車的，啊，你家己的車攏總安尼沒收，阮嘛是感覺安尼無啥透動啊。啊，阮是建議哦，會當參考迄酒駕的。就是你若是開車的人，你家己就是車主，安尼你沒收無話通講嘛。啊，你若是賽車，毋過你毋是車主，安尼阮來去看迄車主敢是有知影你有毒駕的即個行為，也是你有毒駕的即個想法。你若車主知影，安尼阮可能會甲伊看是要安怎，然後來甲伊處罰安尼。啊，毋過啊，你是累犯的，加重犯的，啊，阮有。譬如給他兩次機會，如果你2次都還是這樣的話，那我們可能沒收。但是我們沒收，我們是請那個毒駕的這個駕駛人來給這個車主賠償。啊，不是講你只要加完全攏是沒收，安尼唔就是提正義？你這叫什麼？你以正義之名，然後去創立一個不正義的這樣子的一個不正義的出來，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政策提出來，若是要施行哦，愛想看嘛，想好清楚啦。這是關於着這個黨法吼，黨刑準法啊，到底有效無效？而且還佫真濟眉角愛思考啦吼。有人提出來，有人重視，我感覺這是好事。啊，大家充分討論吼。但是關於着以下的，我要來請教咱的副議長吼。副議長，我甲你請教吼，他拄這個律師有講着吼，講會斷片。這種物件斷片是毒品的這個通常一般的這個情形嗎？還是講這個他們的是特殊的，伊互你斷片啊，而且你斷片的時陣啊，佫有行為能力，佫有通啊啉馬桶水，佫創啥還有誒無誒，是安尼嗎？這看倒一種的毒品安尼啦，吼。啊，伊若是講是較偏麻醉類的吼，咱講中樞神經抑制性質的吼。這個部分的毒品是有可能斷片，其實酒嘛斷片嘛，就是講伊會影響咱腦部機能，所以會出現講像我老師這邊講的吼，伊用了以後，伊去做啥物代志伊唔知影，但是我舉一個例啦，咱咧關起來的時陣有當時啊是內底有一寡程式啊擱咧走，咱看 Windows 要關，毋是一個完全咧點樣嘛吼，所以有當時腦部咧關吼，有當時伊袂關甲徹底，所以有當時伊做個動作還是行為，伊家己毋知影人，但是這個動作有法度是這個現象安尼。所以譬如你用這個關起來這個譬如啦吼，是種有關無完全，所以也佫有通啊動作，啊這是假的，他們的。對，嘿。那麼吼，另外還佫有其他的這個毒品吼，即擺若副議長你所接觸的，你要叫因改，這有一種名詞叫做減害啦，吼。這他們就敢有通用減害的方式來減害，會慢慢互伊戒斷，還是講無啦？這無迄個嚴的這個成穩的這個義務，所以叫伊禁起來就禁起來。還是講用減害？再看人呢，嘿，所以有一寡患者吼，伊本身啊吼，若是講調了無講真嚴重，伊的生活嘛講介正常，就因為有一寡人，有一寡患者伊本身是受到邊仔人影響啊，還是講拄我講的，就是形成一個
哦，啊，這個部分你叫伊停，哦，不管伊是考慮到法律上的問題，哦，啊，還是講因為比如講家庭上的因素啦，還是家己身體受到影響啦，你要叫伊停，其實有的人是會當直接停落來。哦，那當然嘛有一寡現象，哦，因為伊使用的時間較長，哦，伊的用量嘛真。哦，像我這邊其實有我患者伊可能一天要，咱講簡單幾啊機會啦吼。哦，那如果說假設是這種情形的時候，吼，伊可能你這個部分你就伊就愛慢慢啊停啦，吼，啊，咱會陪伊做一寡記錄，哦，記錄的意思就是講吼，你至少愛知影家己用偌濟嘛，對無吼？啊，咱再來看吼，慢慢家己用減起來，啊，時間又較長的。哦，啊，第二個是重要，就是講吼，愛當安全的所在，還是講莫影響着安全性的這個部分來慢慢減。哦，因為伊通密地這較大的問題就是講吼，影響交通上的這個安全安尼吼，所以伊若講要用減量的方式的時陣，這個安全性嘛是愛考慮在內底安尼啦。哦，所以這個部分就需要，比如講家庭上的配合。哦，伊總是愛出入嘛吼，啊，所以。處理人愛幫忙看一下，哦，啊甚至愛陪去，哦，還是愛接送、接送啦，吼，哦，啊，這個部分可能安全性會當較高，會高，所以有一寡人是較嚴，到目前為止吼，是來參加治療，因為即馬有一個管體，所以有來參加治療吼，基本上8、9成以上攏會當完成治療，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在治療上來講啦，吼，是一個會當期待，吼，伊會當慢慢停落來一個問題安尼。是，會長吼，你從事這個醫療，尤其戒斷的這個用毒的也好，其他的這個毒品，不管幾級的吼，4號啊這種物件，你認為咱人類啦，免講台灣人吼，人類對着這個毒品的這個依賴性，吼，這種物件應該唔是簡單的心理因素啊，甲抗血啊，甚至互伊後果論講啊，你這吼真嚴重，安尼就會當甲斬斷嘛，吼，是唔是安尼？當然，所以吼社會上的因素其實嘛真重要，吼，就是講，伊當這個過程中有法度建立一個吼，比如講較健康的生活方式。哦，啊，對人生來講有新的慾望，哦，啊，為着這個慾望甲身體的健康，啊，慢慢咱這個使用這個方式還是量，哦，會當去做調整，哦，啊，就慢慢來停落來安尼，所以社會上一寡因素甲調整是上重要的啦，吼，哦，我經常吼有一個比喻吼，就是講咱講戒毒成功啦，吼，到什麼時陣才會當戒毒成功？就是你愛戒到日頭一天。無咧用你就成功啊，呢吼，所以這是一個長期性，家己愛維持的一個行為安尼吼，所以咱生活的改變甲對家己的掌握吼控制，這其實是一個最重要的代志。會長，我會安尼問吼，其實是我有觀察到講，即賣這種毒品，其實吼，無要互你完全規個人攏廢人，吼，啊無你互你廢去，但是你食落會調，吼，啊，你長期性的依賴我，啊，互你啊，佫繼續通啊，使人工傷。這種毒是毋是愈來愈趨勢，而且已經採取着一個美角講，哦，這個麻醉的這個藥品有這個效果，而且佫安怎如此這般，這是毋是一個趨勢？是，吼，其實拄啊教授嘛講過，吼，就是講。即擺咱新的這個毒品出來了吼，足儕人攏是咱講鬆一個啦吼，要放輕鬆的啦，哦啊生活中有一寡壓力嘛吼，啊所以要放輕鬆，也是講伊要提神哦，因為足忝的，哦啊所以對腦部有一寡刺激，咱較提神的安尼吼，哦所以這款物件其實吼是現代社會哦咱新的毒品發展的一個趨勢安尼，哦啊所以即擺咱其實台灣抓到的吼，毋是講干那一通地呢。咱其實嘛有抓到其他，就是講較小項的啦吼，類似的這種成癮性的物質這樣子，它的作用機轉其實也都這個差不多這樣吼，這個是現在發展的趨勢。是，好，會長你簡單在線頂哦，我要繼續來請教咱王老師吼，王老師是。
而且這個我發現哦，攏是透過這個電子的分工。這電子的分工吼，到底是該禁不該禁，還是禁了後會安怎？這效果是啥物啊？其實當初因為咱或者煙害防治法對於這個或者電子煙，本來電子煙其實咱攏有咧用嘛，但是咱當初的這個立法的規定當中，修法的規定當中，我就一刀甲切落，歹勢哦，你這個物件尾啊攏袂使用，袂使合法，啊了袂合不了後，啊一寡物件本來你若講這個物件可能有通好，啊你但是這個一個比喻啊，你講電子煙袂使，但是加熱煙一寡廠商會合法，但是這另外一個問題，咱先講電子煙這個問題，電子煙這個問題就是講，你若講你一刀切了，完全攏變成講無合法的情形之下，所有物件是毋是你若有這個需求，安尼變啊，是毋是轉入地下化？啊，轉入地下化了後，啊，一寡物件，你以早可能你合法的時陣，還是講有得用的時，佫有通甲管，佫有通規範。哦，你講啊，至少你這物件，你來源也是啥物碗糕，你若講袂使，你至少佫有迄落。啊，你若愈禁，啊，一寡物件，你講無合法的，啊，禁落了後，一寡物件是毋是這個或者變成講你講這個電子煙的出搞差。對，啊，這個介紹嘛好，啊，一寡物件嘛好。第一個無通個管制，啊，第二個你講這個或者物件，你的被禁止了，奇貨可居，反正介紹就起來啊。啊，一寡物件，所以講當初你講源頭佇倒位？你講是毋是當初咱這個或者煙害防治法，甲這個或者電子煙一刀切？當然，這是為着咱或者少年仔的健康。這個利益是良善的，這我無會講。啊，但是你講規個切了後，啊物件你若流入地下了，這個問題即馬看起來嘛無一定較好嘛。尤其你講，老師意思是講上好是18禁，吼啊，而且會當監督，啊繼續來看情形。是啊，你講進前你講我若鼓勵或者迄個賣酒就好啊嘛。你賣酒，你酒當然攏是合法的，也是攏合法的酒商去引進的。啊，你要買酒嘛是愛18歲以上嘛，或是幾歲以上你才有可能去買酒嘛。至少一個監督的機制佇遐。啊，但是你即馬攏無啊來講，啊攏是足亂的，攏佇台面下的活動。啊，台面下咧舞啥，咱是毋知影。一直啊等甲出代志啊，咱才知影講哦，原來這是就是這個物件在處理，啊是講這個物件啊內底濫啥話，你講完全個禁止了，顛倒你講拄仔你講的嚴父出狗產，啊你講顛倒問題是毋是你甲切了就無代志啊？嘛毋是安尼講啊，你看即擺問題嘛是佫出來啊。律師你的意見呢？我感覺甲意見甲老師一樣，就是講，因為你這完全禁止電子煙，大概轉落地下以後，這個地下。伊黑市嘛，伊就開始賣講哦，我有一般無尼古丁的電子煙，啊，閣有尼古丁的，啊，閣有加依托咪子的，啊，閣有別項的，閣別項毒品，伊全部變一個大會堂嘛，就是雜貨店，安尼販導無好。有一寡人是本來想講我只是要食普通的電子煙，啊，結果我因為無法度合法買嘛，我就去地下買，啊，地下買，這 menu 有啥物新物件，反正攏違法的。我叫來食看賣。是安怎加熱？頭老師講，那加熱粉會使合法，啊加熱粉內面難道未透一寡物件嗎？我加熱粉就是嘛是粉啊，嘛是因為迄煙草啊，迄嘛18塊啊。迄是紙的。迄是紙粉。紙粉，啊內面未透這種物件嗎？要透嘛是有機會啊。嘛是會使，你吸他們嘛是。你講進前吸煙嘛是內底嘛是透。就是嘛透啊，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啊。所以講電子的你安尼禁掉是無意義的啦，安尼歹掠，反倒歹掠。這就恁的看法咧？阮是感覺哦，即馬若是禁了啊，這載具嘛愛做伙禁啦。你放一個載具可以持有啊，你拿到你要怎麼知道裡面裝的是那個一般的電子菸油還是毒品？啊，去舊年的時陣，衛福部就講要修法，把這持有嘛禁掉，啊，毋過你看到即馬也未看到因修法的成果。你若這載具無禁掉，你要安怎掠？伊就甲你講持有也無犯法，你憑啥物講我這是內底是毒品？啊，但是驗就驗有啊。這就愛回到源頭，即馬驗舊年底開始全台要咧用迄唾篩試劑嘛。對啊，毋過唾液快篩哦，阮佇個頂禮拜的時陣，佇個中正大學有參加一個研討會，遐個警察就講，即馬環境哦。無啥愛用這唾液快篩，因為伊偽陽性就懸嘞。這偽陽性就懸，互警察當做
麻煩夠較濟，對啊，壓價。所以因即馬，所以阮是建議吼，迄這愛用第二層叫做異香晨熹串聯質譜儀這個東西。迄啥物物件？迄是另外一種試劑，也毋過伊較精確啦，啊，佇花藝。較貴吼。對，當然嘛較貴。伊即馬毋過即馬唾液快篩伊。5.7萬劑吧，阮就甲伊平均算下來，一間派出所差不多一個月只有不到5個唾液快篩試劑可以用。你看這個量你要安怎抓？老師啊，這是因為咱的醫生腔站落來，還是安怎的情形？這不是啦，一間派出所才5張。不是啦，因為這物件是安尼啦，拄啊執行長咧講，你講這個偽陽性的問題是一個問題啦，伊唔是像，因為這內底物件，這毒品甲或者咱的酒精的檢測本來就足無共款嘛。酒精足簡單的嘛，你著一個拍數過就過，啊酒精敢若成分嘛較單純嘛，酒精就是酒精嘛。啊，但是你講毒品內底物件，足濟物件攬做伙，有當時啊你內底或者你講這個或者喪屍煙彈內底煙油內底幾啊10種，而且攏有可能吼。啊，但是你講分出來啊，到底有啊無？啊是講真正你講若講真正，人講本來無的，啊你分出來有，啊這偽陽性的，所以你講一寡人嘛唔敢去使用。啊你講啊過來就是講，這個物件嘛是愛成本啊。你講酒測器可能你會當變講你可能用換那個吹嘴重複使用，但這快篩試劑一解就是等於說有點像是拋棄式的嘛，迄種係成本嘛。啊，你講較實在，你講這個物件來講真誒，一寡這個成本你攏等佇遮，啊伊其他的或者成本的支出，啊講基本的這個一寡行政預算的費用啊要安怎，對不對？這是一部分爾嘛。所以講，我感覺嘛是一個問題啦。拄啊有咧講真濟，但是講你講吼。足濟所在，你講是毋是干那拄仔咧講？你講干那修法這件代志？你講其他的部會拄仔開始一個講的，是毋是有叮當起來？你講衛福部，你講是毋是一寡物件？講你講咧在具備甲禁，啊是安怎禁偌久啊？有這要一年啊？對，要一年啊？啊禁去倒位去啊？啊，我意思是講，啊一寡部會若講無配套，無同步動起來。永遠攏是已經禁1年啊，無講一年啊未禁。我意思是講，這個物件，你講你干那一個嚴刑峻法咧，加啊你講拉高刑度，永遠攏是咧修法。你以後其他的部分若講無對，無着骹步，無一寡配套，啊你講一個這個網啊是要用啊，單點的部分，你講要去突破有限啦。但是聽起來，敢若用喙瘻那個試，就試到安尼外國試出來，你產生遮濟問題。啊，如果你若是電子煙啊開放，啊，你要甲查講你這內面有摻這要化驗嘛是一個功夫哦。但在恁來看啊，你檢察官就規工就補這就好啊。這個東西有2種啊，快篩那個唾液快篩試劑，迄是用喙瘻的，迄是7合1，迄就貴。啊，若是講這普通的筆哦，這是電子，佫是講這電子煙。伊即馬是有一款物件是，它探針來7類，它有一個快篩包，毒品快篩試劑，馬上就知道內底有啥物。因為進前抓大麻電子煙嘛是安尼咧啊，所以講這個技術上不是太困難，但是那個質譜儀迄就足貴啊。它通常是講我抓到以後逮捕你，我經過臨檢站啊停車受檢，你有問題啊？停車受檢，我初步我先唾液快篩，我說我看你怪怪，茫茫。啊，看到一支電子煙，我目視的看到一支伊摕喺手的，伊驗出來哦，伊唾米子來抓回去逮捕你，抓回去以後再去上質譜儀。哦，現在的流程是長這個樣子，但是前面的那個唾液快篩就貴，迄包就貴，因為你講現行咱咧用的，一間派出所敢若5包，一年5包，一年5包，對，因為去年的預算被砍。在砍預算，1年5包，一年平均下來1年加5包。我剛才被驗就真麻煩的呢。哇，這老師是，你認為1年5包這應該數字應該較增長吧？當然啦，講真嘛，是不上應該上無一個月5包吧？今嘛問題已經出來啊，所以講這個物件就是講該補的、該處理的，當然嘛愛處理。無你講這個毒駕的這個物件已經。足濟傷亡的案件，啊！你講重大案件都出來啊！你講這無報嘛袂使啊，無報嘛袂使啊。對，我感覺衛福部嘛是愛加油啊！來，咱來請這個會長
會長吼，上後尾我要請教你這個問題。咱看到有人咧食這個電子煙啊，還是講咧用這個載具啊，咧食這有誒無誒？伊講因他講起來講真芳啊，講各種各色講用這個芳味，是毋是愈芳誒愈有毒，還是講無？伊若你看伊咧食，咱就愛撇較遠誒，還是講安怎？這個部分真歹講吼，因為伊內底迄薰油內底攏會當加咱講的香精還是添加物。所以尼古丁的也可以加，伊托米德的也可以加。所以你用迄個氣味，其實拄仔講的就是講你分袂出來咧，伊到底是咧食啥安尼啦。所以有當下是到伊食了以後已經出現行為啊，咱才知影講這個物件有問題。所以這個問題歹處理就是安尼啊。若是像頭拄仔講電子煙內面要檢驗這種物件，你認為伊科學性的進步，這種唔是問題啦。要甲檢查創啥？主要是能力啊，這個社會鋪排啊，預算要安怎來鋪排的問題嘛？拄仔講的這個問題吼，其實是安尼吼，就是講咱若講用迄意向程式的這個方式的時陣吼，因為伊這愛迄個實驗室啦吼，伊這愛實驗室進到實驗室裡面去做檢測，所以伊這較貴，需要的人工嘛較濟安尼，所以你若講吼，目前現行的吼，遮濟件來講啦吼，可能無法度專門用這個方式去做處理啦吼。唾液這個試劑吼是咱即馬新咧發展的安尼吼，所以我想將來針對這個部分，應該是會當有更較濟投入吼，看有法度甲迄個唾液試劑的迄個咱講偽陽或偽陰的迄個比率吼，有法度互伊降落來，互伊更較準的安尼，因為這個部分應該是咱更較會當來發展的啦吼。那當然。這個部分若發展了較完整的時陣，迄個可能一看迄個警察人員要做盤查的時候，這個部分的問題也較少安尼。拄律師講的講，若這用的中間有試劑吼，這可能就要變做講回到迄個咱的電子菸列管吼，或者是管理的這個部分啦。所以到底這個部分咱有溫准持有無？有沒有允許持有？還是持有要登記，要登記，安尼18歲以下袂使，也是講，這個內底的薰油，這一定要經過迄個試驗室，經過實驗室，檢測之後，它上了這個字號之後，它才能夠進到市場，這個可能後面還要再來做討論啊，因為這個部分其實說起來加，完全禁，當時有人嘛會走去地下市場去買啊。是，好，感謝副議長，感謝。下來吼，要請教謝園長吼，上後尾恁徛在這個國教行動聯盟的立場吼，尤其關注到這個青年，其實是愈細漢開始來宣導甲灌輸這個觀念較有效嘛，應該是安尼講嘛。對。但是伊受到同齊甲伊鬥陣的三朋好友，還是安怎？你認為社區還是家庭要安怎來預防咱青少年的接觸，或者是講，你即擺要叫伊唔知影這種代志真困難吧？對，阮是感覺家長甲老師的陪伴，也閣有同學的陪伴是最重要的。因為遮個不管是幫派，還是即擺講的公司，因的目標攏是遐被霸凌的啦，也是佇咧外口亂掃的，父母無咧管的，這種是因的首要的目標啦。所以阮就佇咧陪伴的現場的時陣，阮就盡量甲遮個青少年講，就是講，伊若是拄着代志的時陣，因就先來找因信任的大人，因若是阮知影伊的父母也是家庭的功能無遐尼健全的時陣，阮就會甲因講，甲阮講所以即馬就是阮若是看到遮個囡仔的時陣，阮就盡量莫甲伊安怎。講，伊若是有咧食薰啊，伊若是有咧啉酒啊，莫直接甲伊罵。阮若是豆陪伴伊啦，就是陪伴，實在是
介重要安尼。犯罪以洪老師，你認為青少年的犯罪是甲陪伴啊，這較有效的？啊，你敢有其他的方式嗎？陪伴當然是一個足重要的代誌，但是我感覺拄仔主持人在講誠好，就是講恁攏會在向下扎根在宣傳。有當時宣傳一個足重要的或者這個概念，就是講，莫叫是講你輸一屆無代誌，你講有當時一屆就掉了。所以有當時啊，這個物件我感覺一定要互遮個少年仔知影講，你講有當時你若講去輸一屆，有人人招咧就去啊嘛，你著輸得無去，對，不累者，啊，算者嘛，那有要緊也袂安怎啊，你一屆就掉了。所以講，主要我要講的重點是講，這毒駕也是這個物件，這是一個或者行為的結果，因為伊逼空啊嘛。所以頭前佫有太濟愛探討的物件，是安怎會造成安尼結果？不管是你講一個人茫茫，還是講毒駕的這個結果，還是講頭前佫有足濟愛討論的物件，這是我感覺我要講的是安尼啦。哦，謝謝，感謝三位，謝謝。